50岁李新文过去因演出电影《报告班长》走红，2010年在电视剧《新兵日记》演出正直连长，刚正不阿形象深植人心，连在家中也以军事化教育二儿。但在2018年底爆出24岁的长子李玉瑞 Maxwell 在 Instagram 上秀出一整瓶大麻，还分享抽大麻的好处，称自己在作业时都把这些当成营养剂。他形容当时心情差点被搞疯。李新文的大儿子李玉瑞去年在 IG 上秀出一个玻璃瓶，里面装着一些疑似甘草类的物品。他在片中介绍成分为 THC 4氢大麻酚，并声称做功课时、出门、睡觉、放松时都会用，将之视为咖啡因药丸。而得知儿子秀影片后，李新文爆气，了解状况后回复媒体表示那是假的，想要测试大家的反应。因影片引发轩然大波，李玉瑞也随之将 IG 私人账号关闭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李新文说当时知道儿子的举动后气到抓狂，但也算是上了一课。他回忆在事发前，因为自己工作忙碌，加上和儿子价值观有落差，亲子间是处于冷战阶段，儿子想获得关注却走偏门。不过幸好父子俩在自我反省后，已经敞开心胸，促膝长谈。他说：“天下没有不好的孩子，只有偷懒诿过、不会教的父母。”李新文表示，事发后儿子为了赎罪，主动跟着他去佛寺忏悔赎罪，甚至连过年围炉也因为觉得愧疚，没有脸见家族长辈，选择避开过年围炉。他忆起这件荒唐事，强调儿子只是爱现，想吸引大人注意，并没有真的吸食大麻。据了解，李新文和老婆陈淑慧婚后育有2子，长子李玉瑞高3赴美留学，毕业于圣荷西大学经济系，已经毕业返台。经过去年底的事件后，彻底反省并考上某大学的在职硕士班，专攻电影导演，也离开家道打工。而小儿子李根宏目前仍在美国求学，就读奥勒冈大学传播系读大3。